大家好，我係高手少，唔知大家住喺香港邊度呢？嗱，香港呢個地方話大唔係好大，但話細都唔係真係好細，都有好多唔同嘅區。咁有啲區就比較好住嘅，有啲區就真係好惡住，冇咩事都唔好揀嗰頭住。好啦，咁有咩區係比較惡住，最好避開一下嘅呢？今日嚟講下。第一，港島中半山區，諗住以為半山有錢佬地區就係好好住，梗係唔係啦，其實好惡住噶，冇想象中咁舒適，交通好唔方便，偏僻地帶嚟，跟住山嚟噶嘛，附近冇咩配套噶，真係好惡住，係得大富豪嗰啲住喺度先至會覺得唔惡住，好舒適。佢哋大把錢，有專車點對點接送，大把工人，有咩嘢想買，搵工人去買就得啦，十分方便。住中半山，有錢咪唔惡住，好舒適咯，遠離都市煩囂。第二，北區即係天水圍嗰帶範圍，又係好惡住，大西北地方，距離香港市中心太遠，由大西北過去閒閒地都成粒鐘，跟住北區嘅配套亦都唔係話真係好好，就算而家改善咗好多，但同九龍港島嗰啲比較仲係差好遠。咁最緊要嘅就係北區太近中國大陸啦，啲新移民中國專才咁樣，好多都喺北區度住，方便佢哋返上去老家，搞到北區唔係好似香港咁樣，香港生活似中國大陸生活多啲。第三，觀塘安達臣區呢個區之所以惡住，因為交通真係太差。呢個區個位置好西㗎，觀塘區同西貢區分界線喺山腰上面，去觀塘市中心都塞你半個鐘，明咩事啦？第四，深水埗區，嗱呢區呢，交通就唔算好差嘅，都算係交通方便，但點解會惡住呢？皆因呢區嘅品流太複雜，好多難民南亞佬嗰啲喺晒深水埗區度住，撈偏道友又係好多喺呢區度住，好多三山五岳嘅人喺晒度，因為呢區比較舊，多舊樓，生活成本低啲，交通又方便，自然就吸引晒佢哋過嚟，從而搞到呢區嘅品流複雜啲啦。一個普通人，尤其女人，喺夜晚係唔太夠膽獨遊深水埗㗎，獨遊呢區隨時出事一次，明點解惡住啦？深水埗惡人谷咁樣，要去到長沙灣嗰頭先至開始品流冇咁複雜。第五，日出康城區，日出康城呢頭唔係私樓地帶嚟嘅咩？點解都惡住？嗱，私樓地帶都唔一定就好住㗎，呢區有個稱號叫做港版加沙地帶，好差，點差法呢？嗱，人多擠逼，好多人收工返歸都幾逼下，附近又冇乜特色商店，嚟嚟去去都係啲連鎖集團商店為主，跟住近堆填區，間中有臭味，唔係真係咁好住。有咁嘅錢住康城，不如住其他地方好過，有更好嘅選擇。港版加沙不了，呢個名有意思。好啦，講到呢度，相信大家大概了解㗎啦。一個香港都唔係度度都咁好住，大家要小心。有得揀，盡量揀啲好區嚟住啦。住喺邊度對一個人嘅影響都幾大㗎。住得衰，成世冇運行。